就是安尼，就我是过这呢简单的问题，呢，就是安尼，就放风吹，亲像鸟只自由飞。哦，青春短短，不免歹势，脚步有情有体。哦，讲心短短，莫想惊找，随着音乐人生。Everybody 讲讲看妹妹 ，Everybody 阿三看阿伯 ，Everybody 练到100岁 ，Everybody 心情好甲手作陪。对我来练武功，我来去舞音场。对我来练武功，我有心有想着。Everybody 讲讲看妹妹 ，Everybody 阿三看阿伯 ，Everybody 练到100岁 ，Everybody 心情好甲手作陪。对我来练武功，我有心有影像；对我来练武功，我就心之自豪。谢谢老师，谢谢雅婷老师好。我对你的那个要求可能会比平常再高一点啊，但是因为就是我觉得你就是一个身为职业歌手的标准在唱歌，那我觉得你今天唱得非常好，我要怎么挑也挑不出来，那我就是对你今天的表演非常的赞赏，这样子。谢谢老师。谢谢。老师好。你这首歌对你来说是非常的理所当然，所以你在唱这个歌的时候呢，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挑剔你的，但是我对你的期望会更高一点，我就会觉得 OK， 那林雅婷唱《练武功》，对我大概的期待就是这样。那你唱完之后，果然也就是我期待中的这样，因为你已经比到13关了、14关了，所以可以再让你的表演更丰富一点。好，因为你一旦过了20关，你有可能变成职业歌手，所以不是只是唱你平常擅长的东西，你可以再给我们更多一点。好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